test test。刘兄弟，大家好早。吼，今日有出日花啊！吼，即礼拜，天气的变化，互咱拢，我发想拢足歹适应的。吼，所以出门会记啊早雨伞吼，因为有可能早起，好天啊，中昼就搁开始落雨。吼，啊，这就是春天啦吼。啊，大家会记得哦，外头啊莫收哦，下礼拜啊搁会寒。吼，会好天几工，啊，然后落雨几工。吼，啊，这就是春天的时阵。但是咱嘛看咱厝边，咱附近的遮个草花啊吼，拢开始咧布艺啊，吼，迄就是真正春天来啊。吼，这是咱礼拜前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作文，感谢你，有出日有落雨，你让这个环境得到助力的看守，渐渐转做春天。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阮身躯软弱。常常，阮无法度应付即种变化真多的天气。伫寒的时，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穿甲烧烧，互阮伫主你的看顾内底，对心内来温暖出来。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朝见你、敬拜你、学罗你。主啊，恳求你帮助进入阮的心，互阮得到快乐，伫生活上所有的一切。重担拢会当伫即个所在来放下，也将服侍人员交托伫主你面前，愿阮的服侍伫主你的面前，互你看作欢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欢喜来练唱，今日咱要吟的诗歌，
最后咱今仔日要练2首，请咱首先先献到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这首歌吼，咱应该是真熟，所以咱来先唱头前2节，咱先唱一遍。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殿中出角就是伊，圣主所选是自在宝贵，连结成为归地，永更声声拢无废去。坚信可变言语，我未进入圣殿基督，求你感那愿恶路，求主是叫那人温和欢喜永远愿求讨。你耶稣福拢无悔着，求你保守永无错。这首诗歌伊的词是第7世纪迄个拉丁文的圣诗，迄个时阵天主教的时期。到了19世纪1851年的时阵，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John Manson。伊甲翻译做英文，曲是伫法国传统教会旋律是1871年，所以第7世纪离现在已经偌久以前啊，已经算起来已经是1400年前啊。所以我讲，咱这本圣诗足好的，就是安尼，伊将全世界所谓人类文明的精华集中伫内底。咱伫遮竟然让唱到1400年前，伫欧洲迄个时代的拉丁文的圣诗的歌，所以这首圣诗咱来咧唱的时阵，其实咧咱开阔咱的眼界，甲咱古早人的古早的圣徒会当相通。咱做伙来去吟2遍，好无？头前一遍，头前2节。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殿中主角就是伊，圣主所选实在宝贵，连结成为归地，永更声声拢无废去，坚信可变了伊，我未进入圣殿基督，求你感那愿恶路，求主是叫听人温和欢喜永远愿求讨。你耶稣福充满在座，求你保守永无错。好，刷只咱搁将圣诗献到559首，559首。永远在掌管宇宙的上帝。这首诗歌伊内底吼有几个词，咱平常时可能较少咧用，较少在圣诗内底唱着，所以我想讲，先邀请大家咱做伙来读者，读较熟的，咱敢若咧唱，较袂唱毋着。咱先读第1节的头前2句吼，咱做伙来读。
永远在掌管宇宙的上帝，正天神欢喜唱歌得当世，引带万民离开黑暗深坑。好，先到这就好，先到这就好。这有2字，当世，吼，当世其实有足侪意思啦。第一只伊的意思就是讲天顶的星。咱若伫地面咧看，敢若伊是咧西共款，当西，吼，咧旋转的意思。啊，这是西南平时较少看到，所以咱敢若唱到这字啊，知这是西的意思。啊，搁有一字吼，深坑，这其实咱平时定定讲到，但是咱北部这个腔敢若是讲深坑对无？这有迄个地方的腔口无共款。咱遮有一个地名叫深坑仔嘛。我记得拢是叫深坑啊，但是其实坑甲坑这种地名在台湾四界拢有，那在较南部的所在就叫做坑啊，什么坑啊？所以这有迄个腔口的无共款。在咱的姓氏内底是写坑啦吼，啊，其实咱有腔口有无共，有人唱坑，有人唱溪，其实袂要紧啦吼。但是阮在圣歌队内底，阮的指挥老师会要求阮啊唱同一个音。啊，无听起来就有争差，所以阮内底拢会要求讲，无你就唱坑，啊无就唱溪。哦，但是阮想咱姓氏做伙唱的时阵，应该袂要紧，咱个人照咱家己的腔口就会使。照要写坑晓，咱就照内底写就好啊。所以咱台北腔的人较勉强家己者，咱唱坑，坑敢若是较下港腔啦吼，迄个较中，迄个中腔。来，煞接咱过来第2段吼。第2段咱共款来读头前2节，头前2节来请。阮是上帝所属所疼囝儿，是圣囝所疼姊妹甲兄弟，愿主圣神亲像钱仔降临。好。到这好，这主要就是钱啊。讲实在，钱啊这2字，我是受洗做基督徒了，这圣经内底读到才知影讲爱读钱啊。一般咱口语顶悬是讲，口语顶悬是讲婚教啊。在台湾一般各地拢是听到是婚教，我捌听过甲啊，甲婚教，但是钱啊真正较毋捌听过，所以我嘛毋知影讲钱啊这2字伊一开始翻译的时阵的出处是倒位？我咧有2种可能啦吼，一种可能是迄当阵巴克利牧师咧翻译下文音的圣经的时阵，可能迄当阵咧下文是叫做钱啊，啊嘛有可能钱啊是有一种较汉语、汉讹啊迄种较古典的讲法，我毋知是倒一种，这可能要请咱教会。台语老师像苏长老啊、美恩长老啊、秀兰长老，也是铁文兄，恁有机会甲咱解剖者，来说明者。这是我猜测的2种原因啦。到底这钱啊，这2字是按倒位来的？请恁有机会再甲阮说明一下。好，煞接第3节吼，第三节咱唱，咱念第1段就好，来请。阮要甘心万分写恶行逆，这字其实我细汉的时阵也常常听到时代咧骂别人行逆，但是即马较少听到啊，毋是骂我啦，因为行逆这2字其实足歹的，足无好的，真伤残啊吼，真霸吼，所以。我较无强安尼骂啦，但是我有听到有人安尼骂别人，但是这2字即马较少听到啊，哦，所以特别敬出来，甲大家想讲，大家要练习者行逆啊，行这字其实底遮是文言音啦，因为一般咱口语白话音是讲怀嘛，啊有人的口音是讲回嘛，啊怀甲回，但是这是白话音啦，底遮是。文言音，所以是行逆啊！
你若细汉，你若古早有咧骂人，你就拢知影是两字是安怎读。伫咱圣诗内底嘛出现啦吼，行义。来，搁来第4节，第4节咱念头前2段。来，请求你使阮战甲提防危险，也坚固盾牌甲圣神的剑。我要，这是剑吼，毋是剑，这是剑。这是请大家看提防这2字。咱平时较少唱到这2字，提防啦吼，第1段的提防，搁有第2段的盾牌。盾牌，这咱甲迄个诗篇18篇第一句讲上帝，你是我的关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岩，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盾牌。迄个是讲盾牌啦，盾牌，这是盾牌，这是无共款的2字吼，这是盾啦，吼，就是讲盾牌，有可能是用盾做的，嘛有可能是用柴做的。嘛有可能是用铁仔做的，现代阁有用即个强化玻璃做的，强化纤维玻璃做的，这是用盾做的，所以叫做盾牌啊。所以咱拄较早咧唱的时阵，即字爱发落准，盾牌毋是盾牌哈。好，咱将这4段咱做伙拢唱一遍，好不好？来。永远远地掌管宇宙的上帝，藉一线欢喜唱歌的灯色，因全万民离归黑暗清气。真理永更灿烂的日子，愿有你是声音传各地里，哦，愿通地里归乐甲福气。愿是上帝所小所听行字，是圣经所听姊妹甲兄弟，愿做诚实，亲像子也甘霖。你愿中
甲咱备万身进入今仔日礼拜。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就是请人起立做伙来吟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所算是在可贵。
谢。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毕业罗任内受苦。定时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启用文第34篇，伫圣诗后面第1059页，启用文34篇，诗篇第14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一生拢要称赞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我靠一世人，因为人当赞。因一个断开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恁的上帝是恁的君王。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伊赐正义予骄傲的人。上主讨放受关押的人。上主上主扶起所受压迫的人。上主领受伊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得通。上主为永远做王。是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称赞上主。这是咱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真侪以马内利甲阮同在。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慈爱，为阮的罪付上代价，互阮通忠心甲你和好。阮恳求你的怜悯。赦免阮的过犯，帮助阮时时警醒、悔改、归向你，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虽然阮常常伫困苦、患难、失落甲怀疑中，你总是甲阮同在，使阮感觉无助、无力的时，你犹原加添气力。扶持阮向前行，求你的疼常常充满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同在中经历你的恩惠，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甲改变，活出你的荣耀。主啊，阮要特别为着台湾目前所面对国内甲国际的混乱的情绪甲各种的挑战，献上祈祷。主，你是掌管历史、掌管阮未来的上帝，求你亲自掌管伫台湾这块土地，赏赐智慧甲能力，互所有的政府的官员甲民意代表的心上，愿你的公义甲人民彰显，除去一切自私、混乱甲不安。
主，阮也将阮教会的事工继续交托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互逐项的计划事工通顺利来进行，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求你把赏赐智慧、能力甲稳定，伫牧师团队、中级甲所有的同工中间，互阮通同心合一、尽心尽力来完成你所交托的工作，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求你帮赞，互教会兄弟姊妹伫遮个事工当中，拢得到造就，会当甲主你搁较亲密的结连。伫主的疼叹当中，阮互相来扶持，见证你的稳定甲权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看圣经，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6章第13节到18节。士师记第6章13节到18节。第13章，基甸对伊讲：“我的主啊！若耶和华伫阮，甲阮伫地，阮怎样拄着这一切的事啊？阮的列祖所甲阮讲，耶和华遐个奇事伫倒落啊？因讲，伊减无带阮对埃及上来吗？当耶和华放杀阮，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耶和华看基甸，甲伊讲：着用你即个力气，来救以色列出米甸人的手。我减无找你吗？基甸甲伊讲：主啊，我要用啥物救以色列？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宋乡的，伫我老爸的家，我是第一世的。耶和华对伊讲：我要甲你伫地。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一样。伊甲伊讲：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稳定，求你互我一个条头，通知甲我讲的就是你。请你毋通离开遮，等候我过来你遮，带我的礼物下伫你的面前。伊讲：我要等候你过来。这是献诗吼，圣乐队要献的诗，是我要听见耶稣呼召的声，我要听见耶稣呼召的声。
是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上帝在听候，上帝在听候。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看顾阮。当阮每一天伫你的恩典中，阮知你甲阮同在。
总是阮犹原有家己的心思意念，直到阮无法度完全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看顾，阮恳求信心即时伫阮中间，帮助阮转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得到你的祝福。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来引带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士师记到第6章，第6章咱看到是另外一个循环搁开始啊！这个循环搁开始，咱看到以色列人犹原伫即种一届搁一届的中间。今仔日的题目是上帝的等待。安尼，牧师要问恁一个问题，咱想者，你敢有等待人的经验无？也是无一定是人，你有等待的经验要无？有吼，好。咱既然拢有等人的经验，那安尼，咱用等人的这个经验来看，伫你的经验内底，你等人等上久的时间是几分钟？半点钟，有1点钟的无？有吼。虽然讲咱即马拢有迄个行动电话，咱有手机啊，咱会当甲对方讲啊，我考我万几分会到。啊！我塞车是啥物款的理由？总是咱知影对方无法度到，但是咱伫遐咧等，咱等10分钟、20分钟、半点钟、1点钟。我想，当你咧等待迄阵，你的心情是怎样？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你的心内的变化是怎样？啊，那一直无要来。啊，我是毋是爱离开啊？我是毋是爱甲改时间啊？还是你会真受气？我想咱有迄个等待经验，若是今仔日你代表公司出去要签约，结果对方互你等，你会怎样？你就无爱签啊？这条生意就无去啊！但是呢，若是咧谈恋爱遮的男女朋友，你若要等对方要看电影，时间到也未出现，你会等落去袂？男女朋友会等哦，为什么？为着这个爱情的缘故，继续等落去，总是。当咱咧等待，这是嘛是咱咧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咧等待这个微妙的过程中间，咱咧学习的是彼此关系的建立。今仔日咱看到这段经文第18节，就有等待。圣经学者咧认为讲，伫士师记进前。约书亚记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得胜的一个经验，士师记是咧记载着以色列人失败的经验，也就是讲，当进入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因无照着上帝所吩咐因的，就是伫因信仰也是道德顶面，迄种原本住伫迦南地遮的民族。因的败坏将因赶出去，迄是因为以色列人因想要真紧来享受一个真舒适的生活，因为伫约书亚迄个时阵，因不断咧征战，但是伫即个时期，因想要好好啊来生活，所以因就甲遮个迦南人做伙。因为因有丰盛的物件会当帮助因，所以这种的妥协，造成因败坏的开始，渐渐甲因做伙，对因去拜偶像，享受迄种欢喜快乐的败坏的生活。所以住伫迦南地遮以色列人陷落伫一种的循环的内面，就是因对别个神。行耶和华目所看
做歹的代志，然后上帝管教因，因陷落伫困境的中间，陷落伫对敌的手中，受到压迫，然后呼求上帝。这是士师记咧一个循环佮循环的。咱若对士师记来看，拢总记载12位士师。有关士师记的记载，有的较详细，有几落章；有的较短，敢若几句尔。所以较短，咱会讲伊是小士师；较长的，咱讲伊是大士师。这拢毋是讲伊较大，还是较细，这是一个称呼尔。但是这些士师，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完全的人，因有家己的软弱，因有家己的背景，因有家己的性地脾气，因做代志的方式嘛无共款。不过，当上帝要使用因的时阵，因上尾拢为着上帝去打败迄个对敌，互以色列百姓过太平的日子。咱看到对一个世代，就是对顶一个世代底波拉了后，时间过去啊，以色列人渐渐袂记得过去迄段因艰苦的时间，所以因都搁背离上帝，然后这是上帝伫士师记第6章内面第4届的管教。这个管教，上帝使用伫约旦河东边的米甸人甲亚玛利亚人。上主要住伫即地区的人是威胁到住伫平原顶面所有的支派。所以当以色列人和米甸人打败欺压，其实有7年久的时间，因的生活真艰苦。照着圣经的描述，因伫山乌棚坑伫遐起因的迄个围墙，因伫迄种真艰苦的中间来生活，因种植，然后要收成啊，就互亚玛利亚人、米甸人，因来抢因的遐的种植起来物件。圣经描写讲，遐的人来到因所种植的土地咧抢的时阵，亲像草莓啊共款，遐尼多，毋但是抢走，然后佮破坏因种植或者作物甲土地。其实上帝早就警告过以色列百姓啊，警告因讲：恁若离开我，去拜偶像，我就要处罚恁。不过，咱会当看到伫第6章内面，耶和华上帝无随实行迄个真严格的处罚。上帝继续降落迄个春雨、秋雨伫这中间，互即个种植悠然有出产。百姓想讲，阮种植有出产，阮伫即个迦南地拜巴力互丰收。但是上帝互因一届搁一届，互对敌将因所收成的抢走，互因无法度享受，互因真做真丧向。所以百姓伫即种困境的中间，因搁一届呼求耶和华上帝，总是伫即届，无亲像头前迄几届。上帝虽出手拯救因离开迄个困境，上帝虽差遣先知来甲因警告，来甲因讲恁做甚物款的毋对，嘛无去呼吁因爱回转转来到伊的面前。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百姓可能有听到，总是因无愿意放落因现主时的生活。但是上帝，搁一届一届，有缘怜悯听伊的百姓，所以就找先知来到这中间，找士师来到因的中间。所以上帝呼调了玛拿西支派的基甸来做因的士师。所以咱要看到今仔日的士师是基甸，咱若对第6章一开始
看到伊介绍伊的时阵，其实咱会当发觉伊是一个信心真细、真软弱的事实。圣经描写伊真胆啊，毋敢做代志，真惊嘛，毋敢去承担。总是伫第6章到第8章的中间，讲到伊的支派，伊的出身是迄个真智慧性，是真爽向的。所以当上帝找到伊的时阵，伊秘伫迄个酒座内面咧讲迄个谜啊，是要预防米甸人甲伊抢去。即个做酒的即个所在是伫地下室。咱若要种过稻啊，也是咱看人个种稻啊，迄个稻啊爱拍爱伫日头的下骹，爱伫稻埕的内面。麦啊共款，伊迄阵嘛爱拍，总是伊秘伫地下室迄个棚空的内面，迄个无太阳的日头来照，所以迄个因要做的物件嘛袂好。基甸秘伫棚空，秘伫黑暗的所在，是惊米甸人来甲因抢。所以咱会当看到，毋那是基甸，以色列百姓就是安尼惊吓，因的正直的修行，互米甸人抢走。而且咱嘛看到咧描写基甸，讲伊的自我的形象是真卑微的。不过上帝要拣选伊。上帝要使用伊，上帝要互伊成做有大气力的勇士。所以当上帝使者向伊显现的时阵，对伊讲：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家己同在。上帝若即时对咱任何一个人讲：你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上帝家己同在的时阵，毋知咱的心内会想啥物？你可能会想讲，我敢有，但是基甸的反应毋是安尼。基甸的反应是伊随将迄个心中的不满、甲犹豫，甲讲出来。伊讲：主啊，耶和华若是甲我同在，那呢，我为什么会拄到遮的代志？就是米甸人来抢阮的物件。阮的列祖毋是阮讲吗？耶和华带阮出去埃及，然后互阮来到这个所在。那呢，伊的奇妙的作为到底伫倒位咧？伊即马将阮放杀，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中。我想基甸，一听到上帝甲讲：你是大能的勇士，我甲你同在。其实伊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伊心中充满了迄种苦毒、互人气煞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扭曲了事实，因为真正的事实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做歹的代志，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偶像。这种的原因，才是互因进入到现在这种的困境的中间。但是咱若看到米甸咧回答上帝，颠倒伊咧控告上帝，颠倒伊对上帝有苦毒伫诶。但是上帝无回答基甸的问题，上帝甲伊祝福，除去了伊的惊吓。上帝甲讲：我会甲你同在。毋那是安尼，上帝讲刷落来，这场战争是耶和华的征战，毋是基甸你家己的征战。上帝甲讲：我有能力帮助你去征战，所以伊要面对的这场征战，是爱倚靠上帝的气力。上帝爱伊倚靠，爱米甸来倚靠伊，帮助伊，互以色列人会当对米甸的攻击中间得到逃亡。基甸伊的生活的背景，是受伫欺负、欺压的中间，所以当伊咧面对整个的环境的时阵，伊对未来
是无毋望的，伊充满了受气、失落、不满、无力的情绪伫这中间。当伊感觉到无人会当帮助伊，会当脱离即种的困境，所以当上帝咧对伊讲话的时阵，伊就直接反映讲上帝将因弃杀啦，互因的生活过了遮尔啊悲惨。各位兄弟姊妹，我毋知咱的生活中，敢有捌亲像基甸共款的即种状态无？有时咱会感觉真失落，有时咱会感觉讲上帝你到底伫倒位？伫咱的家庭、咱的家族，也是你的工作，职场顶面，你敢有捌对现状有受气、有失落、有不满、有无力的情形无？也是你会问讲，上帝你伫倒位咧？过去，我捌甲大家知，大家拢知影我过去伫美国有3年的时间。我嘛甲大家讲过，伫迄段时间有过了互上帝咧修正的过程。其实伫过去3年中间，超1年的时间，我定问上帝的问题是：上帝你伫倒位？上帝你伫倒位？陷落伫迄个困境的中间，我问上帝：你到底伫倒位？煞者问的是：上帝，你为何互我拄着即款的困境呢？其实伫迄年中间，我常常问上帝，但是上帝拢无甲我回答。不过日子悠远爱过，教会悠远有服侍，囡仔照常爱去上课，家庭嘛爱运作。穿啊、啉啊、食大拢爱烦恼，一切拢照常来进行。但是迄种困境、迄种感受悠远之地无改变。所以迄个时间，当咧问讲上帝你伫倒位？后来上帝互我知，因为通过无共款的人，互我知影伊一直拢甲我做伙。伊通过无共款的天使来帮衬，互我伫迄段时间，我的生命的过程中间，就是要拄起我内心以及我灵性顶面迄个无下上帝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自我，这个部分就是骄傲。当我这个时刻，我咧回头转去看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我问上帝你伫倒位的时，其实真正伫迄个时刻，我才是真实去经历到上帝疼甲稳定。我才知影伫迄个时间，我的征战是有上帝同行的。伫迄个时刻，我是伫上帝扶持甲保护的内面。我毋知咱过去的生命敢有即款的经历无？当你毋知未来，当你咧茫茫渺渺的时阵，有时咱真正毋知上帝你到底伫倒位咧。今仔日咱看基甸，基甸的背景，伊是玛拿西支派中间一个真丧香、真善车的人。伫伊的家族的内面是一个智美世的人，是讲伊是一个真平凡中的平凡的人。不过上帝要甲伊同在，上帝要使用伊，也毋过基甸却向上帝讲：我若得到你的欢喜，请互我证据，证明拄则是上帝你亲身对我所讲的话。基甸佫甲上帝讲：你莫离开，等我带一寡食物来互你。对即句话，咱会当看到基甸的成长的背景，伊可能是无认捌上帝。伊的老爸有可能是咧拜巴力以及当地偶像，所以当伊老爸的厝毋知拜过偌济偶像，
虽然伊捌听过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但是甲伊现主时的环境无共款。所以，当伊第一个要求的证据，就是上帝，你甲我讲话。这甲我讲话是上帝你家己本身。所以基甸就带来肉较无甲饼。当这个使者夜去伊的官仔时阵，就近伊所带来这个祭物，落火对石盘出来，将这个祭物拢烧了，然后这个使者就无去啦。基甸看到这种的情形，伊惊一个。伊甚至惊讲家己会无命，所以就讲：我的主啊，耶和华上帝啊，我因为甲面对面看到你的使者，伊惊伊家己会死去，但是耶和华安慰伊的心，甲伊讲：你放心，你毋免惊，你袂死。所以基甸伫即个所在，就为耶和华起一个坛，这个坛伊个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是因为伊见了耶和华使者的面，无抵到死，而且得到平安。基甸顺服献祭，拆毁对敌的这个祭坛，所以当伊家己用这个祭坛了献祭了后，上帝就命令伊拆毁巴力的这个献祭所在，因为以色列人因所犯的罪，就是拜偶像，而且伫伊家己老爸的厝内底就有偶像，所以伊要先拆除这偶像对伊老爸的厝开始。也毋过基甸犹原惊。伊惊是老爸的面来看到老爸的面，因为拆厝内底的物件，所以伊毋敢伫时仔做，伊暗时来做。伊毋若是惊，咱会当讲伊嘛是信心不足，对耶和华呼召伊去拯救以色列人。伫迄个时刻，伊毋敢直接来回应，所以伊佫一解来向上帝要求，伊爱一个用证据，用羊的门、羊皮门来向上帝求印证。基甸求羊门的印证，其实毋是出自迄个无信的邪恶的心去试探上帝，伊颠倒是因为家己的形象不足，伊的信心无够，伊是想要讲有一个确信的物件。来支持伊会当顺服伫上帝面前，来加强伊家己的信心。这是伊要向耶和华上帝求的印证。既然基甸有这么多款的状况，那呢，上帝佫为什么要竞选伊成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呢？伊感觉家己无好，伊丧香。伊啥物拢无，佮感觉伊互上帝气煞。咱若看基甸，若用即马现主时的标准，我想咱在座拢有真侪主管。若是你敢会经即个人来成做你的领袖的？你敢会经即个人来成做带一个小组，还是带一个群体的领袖呢？我想咱可能袂。那呢？到底有甚物款的优点呢？答案伫第13节。13节内底安尼讲：先生，若上主甲咱同在，咱哪会遭有遮个不幸的代志呢？咱的祖先甲咱讲，上帝怎样领伊出埃及？迄天遐个新掠基士伫倒位呢？上主将我气煞啦，将我交伫米甸人的手中。伫第13节内面，基甸感觉讲，因无可能去有上帝看顾，
看起来伊咧埋怨，伊咧受气，迄是因为应该有上帝同在啊。伊期待耶和华爱做一寡代志，但是伊一直等无，伊的苦毒就出来啊。耶和华的竞选基甸，我咧想，是因为耶和华看到基甸是一位期待新掠的人。虽然伊有真多的问题，虽然伊的心有一寡扭曲，但是伊期待新掠。这个期待总是互伊成做上帝经伊成做使用的器具。所以当耶和华叫基甸将伊老爸厝内底偶像拆毁的时，这个偶像就是咧欺负伊的。所以我咧想基甸伊的心内会想，当我咧困境中间，这个偶像就无法度甲我保护啊。这个偶像是假，所以当我将这个偶像拆毁的时阵，我的确代志会转变。伊有一个期待，耶和华上帝就用这个期待来使用伊。伊有期待上帝的作为。各位兄弟姊妹，基甸向上帝祈求应证，那呢？咱会当向上帝来求的，你有期待？我咧想，即使咱若对上帝引带无真确定的时，咱想要知影更较清楚、更较确定，那呢，咱会当向上帝来求印证。咱的上帝是真疼咱的，咱的上帝是有极大的耐心甲疼心的。伊是要带咱来行正确的道路，咱会当向上帝来祈求。当我对神学院毕业的时阵，去到头一间教会服侍，迄个时候，我阁是传道了伫遐服务。我咧想，迄个时阵我咧想的是，我只要努力将教会遮的事工做好。去达成教会也是主任牧师的要求，然后完成了事工。我所要做的是一切用事工用事工做导向。所以迄个时阵，我真努力咧做一切的事工。迄个时阵，我无咧想讲爱求印证，爱求上帝的回应。一直到2016年的时阵。迄阵接到美国来的邀请，迄个时阵心中无即个选项啊，就是讲我的未来无想要去到外国。伫祈祷中咧找求的时阵，就想到基甸的故事。迄阵咧想讲好啊，安尼我要甲上帝求一个好啊，求一个印证好啊。迄阵甲上帝求，甲上帝求3个印证。这3个印证伫2个月的时间内底，上帝向我显明伊的心意，互我知影我要去美国，但是毋知要去美国会互上帝驾驶了遐尼凄惨。伫美国迄段期间，互上帝调整、修正，嘛伫每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开始学习要安怎来追求上帝的心意。透过一届搁一届的找求，才会印证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对迄个时间了后到天主时，我相信真重要的代志，我拢会当向上帝来求印证。伫祈祷中来听上帝的声音，伫一切事将主权交转去互上帝。顺探着上帝引带。当然，这个过程毋是2句3句就讲会了。我想，咱每一个人有亲身的经历的时阵，你会当确认有上帝同在，你会当真实甲上帝有相拄，你就会当明白上帝伫你身躯顶的旨意。比如讲，这2年
我咧安排教会讲道的经文的时阵，我咧设想教会未来的时阵，其实我拢伫祈祷中间咧听候。若是我有想法，有家己的想法，我就向上帝来找求印证。但是毋是迄种啥物代志拢一定爱上帝互我一个印证吼，我才要去做，毋是。我要求的进程，我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爱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爱明白上帝的话语，爱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靠着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简单讲就是爱转来到咱信仰的基本面，就是读经祈祷，互上帝话语成做我要求伊印证的基础。各位兄姊妹，上帝知影咱每一个人，上帝明白咱每一个人，同款基甸，上帝知影伊原本的原本的迄个模样。上帝对基甸的呼召，伊拢无改变过，因为上帝毋是看伊的现在，上帝所看的是伊的未来。所以当天使第一届向基甸来显现，甲讲伊是大能的勇士的时阵，迄个时阵的基甸看遐，哪有啥物款的大能的作为？伊看遐无亲像一位勇士。但是，伊将来的事，迄是因为上帝一步一步咧带伊、帮助伊、调整伊，互伊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上帝咧等待伊的改变甲成长。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知影你我，上帝明白咱每一个人，因为咱是伊所创造的。我相信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呼召的计划。有可能你认为无啊，不过你若详细去想，你现在所有的一切，比如讲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财产、你的性命，拢是上帝要互你来成做伊救赎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安尼来看。咱每一个人，无论过去安怎，有可能伫现在，你还阁是互上帝咧训练的中间，也毋过，你会当用你即马所有的来回应上帝，因为我相信，上帝无爱你全部拢准备好啊，才要使用你。上帝咧等咱每一个人的回应，那安尼，你愿意？互上帝来使用吗？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阮感谢你。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阮认为阮家己也无够也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总是你所看的，阮每一个人，毋是。阮人所看，愿主你使用阮，互阮会当真实回应对你遐来的听，互阮愿意互你来使用。你咧等待阮的成长，你咧等待阮每一个人的回应。愿主帮助阮，互阮一生牵条着你的应允，行伫回应你呼召的道路上顶面。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圣诗第559首。永远在掌权宇宙的上帝，永远在掌权宇宙的上帝，正千心欢喜唱歌在当世，
引带万民离开黑暗深坑，来进入阳光灿烂的日子。愿求你时常引带搁伫你，互阮通得你快乐甲扶持。咱请起立金泉首。愿万地山关无丢的上帝，将其心海里秋瓜的灯色，引带万民离开黑暗深坑，来进入阳光灿烂的日子。愿求你时常隐藏搁伫你，互阮通得你快乐甲扶持。愿是上帝所想所听听你，是圣灵所听姊妹甲兄弟，愿主相信，亲像天下降临。你愿勇敢，互阮合一同心，感上帝的恩惠，你祈求，感耶稣的恩，做永远朋友。愿每当心欢欢笑颜面，当心平在公义甲美德，当心欢喜，春香饮食好乐。当心有温比汤花最记得，对主人人头帮你坚强你，互阮谈真的对你高之时。求你属愿真干的好微笑，叫天高顶白感相信的强，愿你心事会为感动之时。愿只有你所的胜利，无论快乐忧闷，真富贵，愿美好赛里最真实家己。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抑阁无明白
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接煞，咱来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第9部第2面，请。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诗篇122篇第1节。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诗篇122篇第1节。好，咱接续来看下周的圣经分担。下周礼拜领唱是潘美演长的属类是谢依红执事，诗琴陈佑欣姐妹，献诗少年团契，诗献郑仁娇执事，潘秀丽执事，招待郑仁娇执事，何哲文弟兄，音控陈佑珍弟兄，周宏邦弟兄，刚个是安科牧师。来周的拜三的祈祷会经文是出来记第40章，主理是咱科牧师，师会是罗文如长老。下周的第二礼拜，主题是是字架顶的听，主理是王信雄牧师。咱经文甲圣诗，咱请家己来看甲准备。咱做伙来看教会报告消息吼。第1项，花季礼拜的定数吼，咱对3月初9今仔日开始吼，伫牧师祝祷了后，要全家唱圣诗643首阿门颂。第2项，下主日3月16号，邀请主日吼，邀请咱新德中会罗德教会的黄信雄牧师来请安讲道。甲因礼拜堂要募款，请兄弟关心代祷。第3项，奖学金的申请，欢迎成绩吼达到标准的会当提出申请。总平均国中80分以上，高中、高职甲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高考的期限是伫3月16号吼，
爱交成绩单的正本甲申请表互咱的干事。第4项，圣工的事项表，请各团契开始交下一季的聚会表，互咱的事工会当顺利来安排。期限是3月15号。第5项，敬拜团的退休会，敬拜团要伫3月15到16号伫文山区就近来举行退休会。要讨论今年第2季的事工的研讨吼，请大家为因来祈祷出入平安，互因的属灵的性命会当成长。第6项，玛纳团契的二手义卖活动，咱请信群来详细来说明吼。好，大家平安。平安。玛纳团契伫3月30号要举行一个二手义卖。这个二手义卖的时间就是伫礼拜2透早10点到下晡2点，伫周报第9页，大家会使做伙来看。地点就是伫教会旧堂，也是总庭甲地下室。阮即马就是有收几项物件，就是讲，第1项就是衣服啦，就是逐项衫也是皮带，有诶拢会使，但是内衫内裤就莫摕来。第2项就是册，恁若有较好诶册，拢会使摕来。第3项就是玩具，也是饰品类诶物件拢会使。第4项就是恁若有厨具，较好诶厨具，也是日用品嘛会使摕来。第5项就是光碟片，就是恁若有，就是免用到的音乐啊，还是影片、专辑即款的物件拢会使。就是大家先看卖一下迄个物件的新旧的程度最好就是要5成新以上，莫收老旧迄种物件，阮因为如果太老旧的话，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人就是想要买，对，好。这是3月30号活动的迄个情况即马来甲咱讲一下，就是恁若要捐赠物资，就是讲阮要来募集，就是要义卖的物件，就是甲大家讲一下，就是这5项的物件，就是请大家3月23号到3月29号这两天会使摕来教会，玛纳团契会来甲恁斗相共来收这个物件，后面阮即个义卖的收入会捐予即个天使星的即个基金会，好，我来稍微讲一下天使星即个基金会。好，这个基金会它是在那个博大尼那边，那我们选这个基金会当做我们就是捐赠的单位，是因为它是在地的一个团体，然后它主要的服务的对象是爱奇儿。那爱奇儿就是说，它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那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在协助提供这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一些资源，那也提供就是家庭或者是父母如何照顾这些孩子，然后也教导有爱奇儿家庭的手足，他们如何跟其他们的这些爱奇儿兄弟姐妹相处。那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团体，那它是在地的，然后又是在做这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些把这个义卖的最后的款项捐助给这个单位，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把你们用不到的爱心的物品捐赠过来给我们的话，那就是在3月23号跟3月29号这2天可以拿到教会来，对。然后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天使星基金会他们在3月15号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举办一个园游嘉年华，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个活动就是宣传有一点困难，所以就是想要在教会这边跟大家宣传一下。
那他们这个活动是在3月15号下午2点到4点半，那在那个景文高中对面，就是博大尼对面那边，那他们这个活动就是有踩街、有表演、有共融游戏区，还有一些市集，然后就邀请大家来参加。以上报告。谢谢。咱有新朋友，好，咱这时做。没有新朋友，但是有昨天刚结婚的纪玲跟秀丽来今天，他们来特别要谢谢大家昨天为他们的祝福。请坐。好，咱这时来行平安礼吼，咱互相来请安。咱做伙来吟，咱拢真做一家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将最深，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来护和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命，欢喜跟人的主听，因为耶稣。咱游玩徛者，咱做伙来吟上咏圣诗第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源。咱吟诗煞请科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
信心的扶持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这是礼拜结束。